好来，继续在地人在地情，来看云林的水南乡3月28要举办番薯文化节。今年结合着路跑、农民节、甲番薯市集，为民众带来农业运动的新体验。为着要推广云林最灿烂优质的番薯，嘛要带动乡内运动风气。水南乡公所联合农会代表会、卫生所等等单位，将伫3月28要办2020年水南番薯文化节，要结合运动农民节主题市场，希望好乡亲有无同款的体验。欢迎全国各地的好友好手，甚至亲子家庭来到云林水林认识水林。时高邀请艺人陪大家运动兼游赏。文化跟路跑跟韩籍做结合，因为现在很多小朋友，还有很多甚至是大人，因拢唔知影讲，阮食的菜，阮食的米，食的韩籍，拢是来自云林。这毋若是番薯故乡，更加是开台第一桩。这摆活动嘛，将要带咱的乡亲透过游赏食美食，了解在地历史故事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